請各位記得俾 like、share 同埋訂閱，係免費㗎，只要撳埋個鐘仔，有新片嘅時候就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。去東京旅遊，除咗 shopping、食拉麵，其實仲有一樣嘢幾值得做，就係遊庭園啦。想象下喺一日之內由日本穿越去歐洲，有個地方真係做得到嘅喎。上次去日本，碧如同津文就去咗上野公園附近嘅舊岩崎底庭園。呢個庭園興建於1896年，原本係三菱財閥岩崎家族嘅大宅。一句講晒，係和風加西洋風嘅豪宅組合。身在此山063庭園抹茶和果子。由入口條斜路慢慢行上去，已經好有氣勢，一步一步好似走入另一個世界。第一個感覺係有錢人嘅生活果然唔同。行到上去，透過樹叢第一眼見到嘅係一棟充滿歐洲文藝復興風格嘅建築。嗰一刻真係有少少錯覺，以為自己去咗英國。入到屋裏邊更加誇張，天花、壁爐、梁柱全部都係精緻雕花，木紋拼花加上牆紙同吊燈，華麗得嚟又好有品味。不過碧如忍唔住諗，呢啲位平時點樣抹塵呢？屋入邊有唔同房間介紹歷史，其中一間講到津田梅子同岩崎家嘅關係。原來岩崎夫人玲子喺華族女學校讀書嗰陣，認識咗日本女子高等教育嘅先驅津田梅子，之後就請咗佢做家庭教師教仔女英文。而岩崎家亦都大力支持女子教育。睇到呢度嘅感覺係，呢個財閥唔只識賺錢，亦都識得回饋社會。由洋館行去和館，感覺好神奇。頭先仲喺英國，一轉身就返咗嚟日本。榻榻米、拉門，完全係傳統設計。呢度先係主人家真正嘅生活空間。行到有啲攰，我哋去咗茶室坐低，叫咗抹茶，再配一件和果子。和果子靚到好似藝術品，不過最後都係照食咗，味道偏甜，配上抹茶嘅微苦就啱啱好。坐喺嗰度望住外面嘅日式庭園，一刻之間真係有種感覺，所有煩惱都好似變淡咗。主建築旁邊仲有一棟細細地嘅建築，叫做撞球室，即係桌球室。原來當年嘅上流社會生活已經好西化，成個庭園加埋開闊草地同周圍環境融為一體。有一刻我真係以為自己置身喺唐頓莊園。如果你下次去東京，想揾個地方慢慢行慢慢睇，又可以感受下歷史，舊岩崎底庭園係一個幾值得去嘅選擇。